锣鼓喧天，人山人海，万人盛会正要展开。好，所以我站在这里，真的强烈感受到，我不会懂闹热，今年还蛮给你外面好热闹哦。今年很移民节。每年农历7月20，客家庄的大日子。前新竹县长林光华祖先集结地方士绅建立的包中庭，由乾隆皇帝御笔赐名，也是客家与台湾土地最直接的连结。因为义民爷是我们的祖先，当年为了捍卫这个乡土，然后牺牲生命的啊，所以我们纪念祖先。这是客家乡亲最重要的信仰祭典。场外提供草板、糖粥，让乡亲吃过瘾，也是蓄意保留的传统。老人家的观念里面就是说啊，喝糖粥它可以保平安，然后很有意思啊，所以我们就把传统一直传承下来。匮乏的年代，日本人鼓励轮值的村落猪养大一点，好让其他村民可以分食。赛神猪比重，神羊比较长，众人兴高采烈的较劲，也是义民祭典的重头戏。养猪变成专业了要1、2年的时间，然后陪这个猪像当做自己的小孩一样这样去爱护。而今义民信仰超越宗教和民俗意义，透过参与地方拓垦、文化教育，那我们尽量就是说对这方面来做社会公益的事情，我们也在做。那现代的客家人应该也以现代义民军自居，保护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能够传承。新竹新埔芳寮包中庭义民庙是全台义民庙的起源，已经223年了。它不只是信仰中心而已，它在早些年还扮演兴学讲学的社会教化功能。当然，对客家文化的保留传承，它绝对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我不会动脑热，基本日係乜幾年嚟？我不會動腦熱，基本日係乜幾年嚟？